大家好，我係金特里，歡迎收睇金特里編輯部。話說抗戰勝利之後，國共兩黨表面上歡迎美國嘅調停，商討如何組織聯合政府，實質都係想消滅對方，成為中國唯一嘅執政黨。國民黨想爭取美國支持，共產黨想爭取美國同情，營造出一種係對方蠻不講理，所以我哋先至要打嘅印象。結果蔣介石首先沉唔住氣，反台撕毀雙十協定，決心實現佢1936年想做但未能做到嘅嘢，就係徹底消滅中共。呢場輿論戰顯然係毛澤東贏咗，除咗令到杜魯門對蔣介石十分憎惡之外，仲令到美國向國民黨嘅軍事援助停止咗1年半，成為國民黨敗北嘅其中一個原因。開始之前，懇請各位先訂閱我嘅頻道，同順手幫呢條片按一個讚，多謝大家。東北係國共雙方一開始爭奪最激烈嘅地方，美國仲喺度調停緊時，東北已經展開咗爭奪戰鬥，因為東北實在太重要。邊個掌握東北，就掌握咗撫順嘅煤、本溪嘅鐵、鞍山嘅鋼，以及每月產品可以裝備一個師嘅瀋陽兵工廠。藉住蘇聯幫助，喺抗戰一勝利，林彪好快佔領北滿哈爾濱等大城市，並利用蘇聯紅軍啱啱退出嘅空檔，南下進佔長春、四平街。四平街唔係一條街，佢係位於吉林省嘅交通中樞城市，北上長春，南通瀋陽，都要經過四平街，係南滿同北滿嘅交匯點。邊個掌握四平街，便可攻可守，處於戰略優勢。而四平街一如其名，四面都係平地，附近有個塔子山，亦只有400米高，算係四平街唯一嘅制高點。國民政府喺戰後將東三省劃分為9省，原來嘅遼寧省分為遼寧、遼北、安東3省，以出身東北軍嘅劉漢東擔任遼北省政府主席，省府就設喺四平街。第一次四平街爭奪戰發生喺1946年3月，林彪利用蘇聯紅軍啱啱退出嘅空檔，立即調集軍隊進入四平市區，經過一夜激戰，擊退國軍，佔領省府大樓，將劉漢東俘虜。呢個就係中共東北戰史四戰四平當中嘅一戰四平，又稱四平解放戰。毛澤東決心要喺四平決戰，不惜重大傷亡，以求喺停戰談判之前獲取更大利益，迫使國民黨承認中共喺東北具有合法地位。彭真主持嘅東北局支持呢項決策，認為此次作戰係決定共黨喺東北地位之最後一戰，於是命令林彪堅守四平，統領黃克誠、李富春、萬毅、周保中、呂正操等部共14個師，10幾萬人，以市區為核心，向外收築環形陣地，迎擊國軍。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原本負責指揮反攻四平街，但戰況長時間陷入膠着狀態，冇幾耐就返咗去北平療養。杜聿明擔心職務被奪，於是向蔣推薦多年老拍檔鄭洞國擔任代理長官。蔣同意由鄭代道指揮，並命令東北行轅主任洪式輝到錦州助陣。行轅主任原本係軍事最高長官，洪式輝以為杜聿明離職養病，東北軍事將由佢接管，點知突然又嚟咗個鄭洞國任代理司令。而陸軍副總司令范漢傑啱啱好亦嚟到錦州，向洪式輝表示嚟瀋陽時，蔣主席示意係代杜聿明指揮軍隊。洪式輝喺日記中寫話：今日事權當屬諸何人，舉棋不定，危道也。杜聿明、鄭洞國、范漢傑等人都係黃埔一期嘅天子門生，都奉有蔣嘅命令，
洪式輝難以駕馭，蔣介石又嫌東北各軍部署薄弱散漫，進展遲緩，相當不滿。部署薄弱係因為指揮混亂，而佢本人實際上正係造成指揮系統混亂，令出多門嘅主要原因。蔣介石眼看戰況膠着，而高級將領之間意見分歧，於是又派準備接任國防部長嘅白崇禧到東北督戰，之後自己更親自到北平坐鎮，遙控指揮。洪式輝同蔣經國曾經長時間一齊喺江西工作，關係良好。當初蔣介石任命洪式輝主管東北政務，蔣經國任東北外交特派專員，就係想等剿滅中共之後，由蔣經國接管東北事務。東北同蘇聯接壤，東北嘅領導人難免經常要同蘇聯打交道。蔣經國曾長時期喺蘇聯學習，精通俄語，又係蔣介石最信任嘅人，自然就係最佳人選。可惜現實發展完全偏離咗蔣介石嘅計劃，東北局勢急劇轉變，洪式輝亦喺1947年9月黯然離職。喺美軍幫助之下，新一軍孫立人同新六軍廖耀湘已抵達東北。呢兩支王牌部隊係抗戰時嘅駐印軍，全部美式訓練，全套美軍步兵師標準裝備，喺中緬印戰役戰績彪炳，無論武器、火力同戰技素養，都勝過中共東北民主聯軍。新一軍同新六軍加入戰團後，林彪無法抵擋，節節敗退。毛澤東由寸土必爭改為讓開大路，佔領兩湘。林彪率軍退出四平街，轉移到公主嶺。1946年5月19號，國軍收復四平街，孫立人嘅新一軍一路北追，接連攻下公主嶺、長春，仲越過松花江，駐紮喺圖賴超堡。哈爾濱就喺眼前，迫使林彪嘅東北民主聯軍退出東北。此時嘅東北共軍由上到下都陷入動搖混亂狀態。林彪、高崗、陳雲、羅榮桓聯名致電中央，請求改組東北局，死守四平街。原本係毛澤東嘅命令，但係呢個路線錯誤由彭真嚟承擔。彭真被撤去東北局書記、東北民主聯軍政委兩項職務，改由林彪兼任。1946年6月3日，中共中央同意東北局嘅請求，準備放棄哈爾濱。但就喺林彪正要率軍全面退出東北嘅時候，蔣介石突然向東北頒布咗停戰令。原來當四平街失守，東北局勢危急之際，周恩來立即前往南京請見馬歇爾，專門討論東北局勢。而蔣介石當時人喺東北督戰，馬歇爾認為佢刻意迴避談判，開始對蔣施壓，連番要求蔣盡速頒布停戰令。蔣介石考慮再三，決定命令孫立人停止進攻。一般認為蔣介石係受到馬歇爾壓力而停戰，呢個確實係原因之一，但最主要係蔣介石喺度玩政治權術，企圖以戰逼和，即係以軍事勝利增加談判籌碼，用最少嘅犧牲嚟迫使中共就範。蔣介石始終認為要徹底消滅中共，隨時都可以，唔使急於一時。但佢今次可能犯下咗一生人最重大嘅戰略錯誤，錯失咗千載難逢嘅機會，日後將會為今次放虎歸山付出重大代價。白崇禧對蔣介石嘅停戰命令非常震驚，力主追擊到底，倘能一鼓掃蕩，不難根絕；若予以喘息機會，恐將不免釀成南北朝之局勢。如果係驚美國唔再援助，白崇禧話願意一力承擔，就話蔣已經下達停戰令，係白崇禧自作主張，咁樣馬歇爾都奈佢唔何。
但蔣介石最終冇接納呢個建議。1946年6月6日，蔣介石下達停戰令，預備同共產黨重啟和平談判。蔣介石希望以戰逼和，周恩來嘅策略卻係談而不和。蔣介石嘅策略徹底失敗。林彪喺哈爾濱獲得喘息嘅機會，爭取時間整軍經武，希望盡快恢復實力。1946年下半年，中共發動土改，令到黨組織紮根基層，接收蘇聯交俾佢哋嘅關東軍重武器，將前偽滿軍警同東北民眾大量編入軍隊。有咗前關東軍嘅配備，林彪呢支東北野戰軍唔再係小米加步槍嘅貧弱配備，而係武器上能夠同新一軍、新四軍匹敵嘅先進部隊。1947年1月8日，美國特使馬歇爾返回美國接任國務卿，歷時1年嘅在華調停以失敗收場，國共新一輪大戰一觸即發。1947年5月，林彪再次向四平街發動攻擊，視為三戰四平街。國軍防守主力係第71軍軍長陳明仁。差唔多戰至全軍覆沒嘅時候，陳明仁引爆預先埋下嘅炸藥，重創中共部隊。加上瀋陽新六軍同長春新一軍合力馳援，擊破沿途嘅阻擊共軍，成功同陳明仁守軍會師。林彪於是解圍而去。第三次四平街爭奪戰，國民黨慘勝。陳明仁係黃埔一期嘅天子門生，呢次擊退林彪進攻，獲頒發青天白日勳章。但係佢同遼北省主席劉漢東不和，被劉舉發佔用軍隊物資，縱兵劫掠。正喺東北督師嘅陳誠將佢撤職查辦。陳明仁立咗戰功，反被免職。離開東北後，連軍裝都燒埋，可見佢怨憤難平，埋下咗後來投共嘅伏筆。另外，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同杜聿明喺指揮上產生咗矛盾。孫立人被調回南京，呢位曾被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稱讚為偉大嘅戰神，係林彪最害怕嘅對手。曾經講過，只要不打新一軍，不怕中央百萬兵。孫立人被調走，毛澤東立刻開慶祝會慶祝。杜聿明把我哋唯一嘅敵人趕走咗，東北將會係我哋嘅天下啦。有關孫立人嘅故事，我喺呢條片有詳細解說，有興趣可以按右上角嘅連結觀看。1947年9月1日，蔣介石任命參謀總長陳誠兼任東北行員主任，杜聿明調任徐州剿總副總司令。喺同一個月，林彪領兵越過松花江發起進攻，目的係要切斷北寧鐵路，斷絕國軍同華北嘅陸上交通，將錦州、瀋陽、長春、吉林等城市周邊嘅交通線切斷。1948年1月，陳誠因病辭任東北行員主任，指揮權交到衛立煌手入邊。司令嘅更換未能挽救國民黨喺東北搖搖欲墜嘅命運。呢個時候，林彪已經強大到足以喺三條戰線上同時展開攻擊。東北野戰軍從北、西、南三面包圍瀋陽。當國民黨增援部隊從長春同吉林空運入瀋陽城嘅時候，林彪主力軍隊隨即轉向瀋陽北面四平街展開突擊。1948年3月，林彪終於再次將四平街佔領。由1947年12月到1948年3月嘅一連串戰役，林彪嘅部隊令國民黨嘅部隊遭受咗至少15萬人嘅損失。國民黨餘下嘅部隊被壓迫到瀋陽、長春同錦州一線嘅一小塊三角地帶，只佔成個東北總面積唔夠1%。呢個時候，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大衛巴爾向蔣介石提出建議，
趁共產黨對瀋陽周圍嘅壓力減輕之機，將軍隊撤出東北，但建議不被蔣介石採納。國軍所據守嘅長春、吉林同瀋陽呢幾座城市，因為連結佢哋嘅鐵路線遭到破壞而被孤立，唔好話反擊，連要堅守住都係毫無希望。但蔣介石堅決要血戰到底。新任東北剿總司令衛立煌本來係一個善打惡戰嘅勇將，曾經喺晉南中條山同日軍纏鬥咗4年，但佢喺呢個階段表現得非常保守，只係緊守城池。衛立煌對周邊據點被侵蝕，好少去救援，多數工作係整補訓練、收足工事之類嘅事。1948年9月12號，東北野戰軍大舉進攻遼西，向北寧鐵路錦州至山海關段發起攻擊。10月1日，攻克興城、塔山、高橋同義縣，孤立錦州、錦西同山海關嘅國軍，並將錦州包圍。首將係東北剿匪副總司令范漢傑，喺錦州死守待援。林彪已經將瀋陽同錦州之間嘅鐵路截斷，錦州完全陷入孤立。蔣介石依家想撤出佢喺東北嘅數十萬軍隊，已經冇可能，除非國軍能將錦州守住，同埋打通瀋陽至錦州嘅公路同鐵路。蔣介石一再嚴令催促衛立煌出擊，由瀋陽出兵遼西，把瀋陽嘅主力部隊撤到錦州，然後再同范漢傑一同由錦州退入關內。但係衛立煌話咁樣唔得，我哋都知道共產黨慣用嘅辦法就係圍點打援，我哋已經上過好多次當啦。佢主張繼續堅守，等軍隊補足裝備之後再反攻。塔山唔係山，只係得100零戶人家嘅小村莊，但佢位於錦州同葫蘆島之間，係國軍由華北增援錦州嘅必經之路。如果國軍能攻下塔山，就能同錦州守軍會合，遼瀋戰役嘅結局將會改寫。蔣介石飛抵北平，調動第17兵團司令官侯鏡瑜，海運到錦西、葫蘆島，進攻塔山以救錦州。另一邊，命令第9兵團司令官廖耀湘由瀋陽西進，夾擊圍攻錦州嘅東北野戰軍。因為公路被切斷，廖耀湘兵團進展緩慢，錦州已不能指望呢一路援軍，唯一能指望嘅就係經塔山北上嘅侯鏡瑜。國軍為咗衝開呢條生路，出動海陸空三軍，海軍甚至動用當時最強大嘅重型巡洋艦重慶號，用大口徑嘅艦炮對住小小嘅塔山陣地狂轟。林彪亦都下達咗人在陣地在嘅死命令，話我唔要傷亡數字，我只要塔山。由於戰鬥太過密集，雙方士兵經常喺戰壕入邊進行肉搏戰，屍體堆得比戰壕仲要高。塔山經歷6日6夜嘅血腥戰鬥，戰役殘酷到被稱為鋼鐵絞肉機。塔山阻擊戰仲未分出勝負。1948年10月16號，東北野戰軍已經攻陷錦州，范漢傑被俘，侯鏡瑜率軍撤退，塔山阻擊戰以國軍失敗結束。後來證實侯鏡瑜係潛伏喺國民黨嘅中共黨員，錦州俾佢去救，一早注定會失敗。錦州失守後，蔣介石仲堅持要廖耀湘進軍去收復錦州。結果喺10月28日，廖耀湘兵團想退回瀋陽時，被林彪伏擊至全軍覆沒。錦州被圍嘅同時，長春嘅情況更加慘烈。如果話塔山係熱兵器嘅絞肉機，長春
就好似係無聲嘅修羅場。林彪採取久困長圍方針，目的係不費一兵一卒迫使國軍投降，但代價卻係由城內數十萬平民承擔。1948年6月起，共軍喺長春外圍修築咗深達4公尺嘅戰壕同鐵絲網，嚴禁任何人進出。當時城內糧食耗盡，國軍首將鄭洞國想放啲平民出城以節省口糧，但係共軍為咗施加壓力，下令嚴禁難民通過哨崗，導致大批難民被困喺兩軍陣地之間嘅真空地帶。城內百姓為咗生存，先係食草根、樹皮，後來開始食貓、狗、老鼠，最後最駭人聽聞嘅人相食事件，亦喺街頭巷尾發生。據幸存者回憶，當時長春街頭隨處可見乾枯嘅屍體，根本冇人有力氣去埋葬佢哋。長春被圍之前，士兵加人口大概有50萬。1948年10月投降時，僅剩大約17萬人。中間消失嘅30萬人，除咗少部分逃離外，絕大部分死於飢餓同疾病。東北行員副主任鄭洞國被共軍包圍近5個月，都等唔到救兵，嘗試突圍又唔成功，面臨彈盡糧絕嘅絕境。城內軍民餓死不計其數。由雲南人組成嘅第60軍軍長曾澤生投降倒戈，打開城門俾林彪率軍入城。鄭洞國仍然死守中央銀行大樓。蔣介石得悉長春事態嚴重，急令空軍司令周志猷派飛機到長春去將鄭洞國帶返嚟，但係機場已經被共軍破壞，冇辦法降落。蔣介石話機場唔可以降落，就放條繩落去將佢拉上嚟。周志猷回答話飛機飛太快，冇可能將鄭洞國拉上嚟，就算吊住佢，飛機一拖亦都會將佢拖死。蔣介石講咗一句死嘅都好，在座眾人聽到只能苦笑。1948年10月17日，長春失守，鄭洞國被俘。呢個時候，東北戰局已經危急萬分，林彪嘅東北野戰軍兵力已經突破100萬。如果瀋陽失守，失去牽制林彪嘅最後據點，東北野戰軍大舉入關，華北局面將會隨之瓦解。但林彪進攻瀋陽只遇到極之微弱嘅抵抗。11月2號，國軍便開城投降。衛立煌帶埋家眷搭飛機逃走。大家可能都覺得好奇怪，衛立煌由就任東北剿匪總司令第一日開始，就毫無作為，完全冇作戰意志。有一種講法話佢早就有投共打算，所以將東北送咗俾中共。東北失陷之後，衛立煌一度被軟禁喺南京，後嚟逃走咗去香港，去到1955年正式投共。至此，遼瀋戰役宣布結束。成個東北戰役令國民黨損失咗47萬精銳部隊，對整個政府軍嘅士氣帶來致命嘅打擊，揭開咗國民政府崩潰嘅序幕。今集講國共內戰時期嘅淮海會戰。淮海會戰係中共嘅叫法，國民黨稱之為徐蚌會戰，係國共內戰3個決定性戰役之一。作戰區域主要係隴海線以南、淮河以北、徐州市周圍。當東北嘅遼瀋戰役仲未正式開打，山東戰局已接近尾聲，由陳毅率領嘅華東野戰軍差唔多已經將成個山東省控制。蔣介石唔肯放棄重要城市，命令山東省主席黃耀武堅守濟南，唔可以突圍，並準備空運一個整編師去增援。1948年9月19號，守備濟南西面陣地嘅第96軍軍長吳化文投共，防線因而洞開。21號，
陳毅由西面發起總攻，激戰到24日，濟南陷落，王耀武被俘，山東潰敗，跟住東北瓦解，徐淮一帶立即進入緊急狀態。蔣介石喺津浦線同隴海線交匯處嘅古戰場徐州部署咗60萬配備有坦克、重炮同裝甲車嘅機械化部隊嚟保衛呢個通向南京嘅門戶。蔣介石將華中剿匪司令部一分為二，任命白崇禧為華中剿總司令，司令部設喺漢口。另外喺徐州另設司令部，由佢信任嘅劉峙擔任華東剿總司令。白崇禧對蔣介石咁樣部署非常震驚，直言華中剿總首要目的係保衛南京，因此向蔣提出守江必守淮嘅戰略部署，應該將司令部設喺安徽蚌埠，據淮河天險而守，五省聯防統一指揮。依家將中原大軍分割使用，喺徐州另設剿總，唔可以落實佢守江必守淮嘅戰略部署。徐州雖然重要，但地處平原，四戰之地，易攻難守，將來戰爭必敗無疑。蔣介石堅持作出咁樣嘅部署，白崇禧一度避走上海，唔肯赴任。蔣介石派同係桂系嘅黃旭初去勸諫，白崇禧先無奈接受任命，出掌華中剿匪司令，駐守武漢，俾劉峙擔任徐州剿總司令，亦係蔣介石一大失策。劉峙素有腹將之稱，呢個唔係褒義詞，除咗形容劉峙身形肥胖之外，亦暗示劉峙過去打勝仗都係靠運氣。據杜聿明嘅回憶錄所講，第5軍軍長邱清泉就曾不屑咁話：徐州係南京嘅大門，應該派一員虎將嚟把守，就算唔派一虎，都應該派一隻狗嚟看門。依家派一隻豬嚟，睇嚟大門係守唔住噶啦。結果邱清泉一語成讖。假如蔣介石能信任白崇禧、薛岳甚至孫立人，放手俾佢哋其中一個指揮，淮海戰役或者唔會輸得咁慘。劉峙嘅戰略部署亦係全盤錯誤。60萬大軍各兵團分佈喺隴海、津浦鐵路線上，形成一個死十字，首尾不呼應，好容易俾共軍衝破。1948年11月6號，淮海會戰開打。徐州剿總下轄有杜聿明第2兵團、黃伯韜第7兵團、李彌第13兵團同孫元良第16兵團。後來杜聿明升任徐州剿總副司令，第2兵團交由邱清泉帶領。呢4個兵團嘅兵力勉強可應付由山東南下嘅華東野戰軍，但係假如劉伯承嘅中原野戰軍加入徐州戰場，就必須要得到華中剿總嘅支援，先至可以應付得嚟。事實上，淮海戰役開打之前，劉伯承嘅中原野戰軍已攻破開封、襄樊。襄陽守將康澤被俘。康澤係蔣介石嘅愛將，黃埔13太保之一，復興社嘅核心人物。當襄陽城破後，蔣介石喺軍事會議中好肯定咁講：我所知道嘅康澤係唔會被俘嘅，佢應該同張靈甫一樣，已經壯烈成人。結果康澤冇戰死，亦冇自殺，而係向中共投降，秉承咗黃埔不死精神。為咗打贏淮海戰役，中原野戰軍同華東野戰軍聯合成立咗總前委，由鄧小平、劉伯承、陳毅、粟裕、譚震林5人組成。整個淮海戰役嘅戰略構想亦係由粟裕首先提出。毛澤東讚揚話：淮海戰役粟裕立咗第一功，佢指揮嘅華東野戰軍殲滅國軍44萬人，包括之前喺山東孟良崮將張靈甫整編74師殲滅。
佢嘅戰功絕不下於東北嘅林彪同西北嘅彭德懷，連多名元帥亦都自嘆不如。但係戰後未能升任元帥，仲成為權力鬥爭嘅犧牲品，被鄧小平鬥倒，免除總參謀長之職，打入冷宮，呢啲都係後話。當杜聿明升任徐州剿總副司令嘅時候，劉峙實際上已被架空。杜聿明終於發覺徐州嘅十字形戰術部署並不適當，命令駐防喺徐州以東新安鎮嘅黃伯韜第七兵團立即向徐州靠攏。黃伯韜10萬大軍就係咁從運河嘅東邊移防到西邊，但係喺通過運河上一座鐵橋時，軍隊、眷屬行李以及隨軍撤退嘅地方行政同黨務人員全部逼埋晒一齊。呢個時候，華東野戰軍追上正在渡河嘅黃伯韜兵團，黃伯韜倉促應戰，激戰2日之後，北面3個師臨陣倒戈，令黃伯韜喺展莊一帶遭到華野重重圍困。黃伯韜向中央求救，蔣介石派杜聿明率領邱清泉、李彌、孫元良3大兵團約20萬人，由徐州向東發動攻擊，但遭受到重重阻擊。黃伯韜境況極度危急，蔣介石派軍機空投幾封親筆信，一封俾黃伯韜，其他俾各軍長，勉勵佢哋必須戰至最後，必要時能為國犧牲，亦都係光榮嘅。黃伯韜覺得冇面向蔣介石交代，11月22號就喺展莊舉槍自盡。粟裕嘅華東野戰軍殲滅黃伯韜兵團嘅同時，劉伯承指揮中原野戰軍截斷咗徐蚌鐵路，使徐州嘅杜聿明集團被完全孤立。跟住又指揮中野主力喺相對集圍殲王維兵團，成為淮海戰役第2場關鍵勝仗。話說劉鄧指揮嘅中原野戰軍攻破襄陽之後，越過大別山，準備同華東野戰軍合流。兩軍一旦合流，徐州司令部一定無法抵擋。白崇禧立即派遣王維第12兵團，共12萬人增援徐州。王維兵團係華中最精銳部隊，由陳誠嘅土木系抗編而成，國軍5大主力之一。王維本人係黃埔一期蔣介石愛將。1948年11月13日，王維分兵3路往徐州進發，途中遭遇劉伯承中原野戰軍阻擊，雙方連日激戰，均傷亡慘重。王維呢個時候發現已陷入中野所布下嘅口袋陣地，於是企圖由會河一線向東南撤退，同蚌埠嗰邊嘅國軍靠攏，但由於行動猶豫遲緩，混亂之際就被包圍喺安徽宿縣西南商堆集一帶。11月25號，王維兵團面臨彈盡糧絕嘅困境，於是決定強力突圍，但第85軍第110師竟然喺呢個時候叛變，突圍作戰失敗。津浦鐵路南段嘅交通樞紐宿縣，早喺11月15日就被中野攻佔。徐州同蚌埠之間交通斷絕，十字形部署嘅缺點完全表露無遺，首尾不能兼顧。杜聿明部隊救唔到黃伯韜，打算全力去救王維，但係俾華野、中野包圍喺河南永城嘅青龍集陳官莊一帶。王維兵團堅持咗大半個月，12月15號全軍覆沒。司令王維、第18軍軍長楊伯圖同第10軍軍長譚道善被俘。杜聿明近30萬軍隊被困喺陳官莊，呢個亦係中野一早就設好嘅口袋。孫元良同李彌兵團最先被殲滅。佢哋2人化妝成乞衣逃離戰場，邱清泉兵敗自殺，杜聿明被俘。
自此淮海戰役勝負已分，國民黨喺長江以北嘅防線被攻破，南京已全暴露喺共軍視野之下。毛澤東話：淮海戰役取勝，不僅長江以北局面大定，全國局面亦將基本解決，國民黨即將面臨兵敗如山倒嘅命運。大家覺得，如果當初蔣介石真係聽從白崇禧嘅守江必守淮，或者乾脆俾薛岳嚟指揮，呢場戰役嘅結局會唔會被改寫呢？今集繼續講國共內戰三大決定性戰役之平津會戰。平津會戰差唔多同淮海會戰同時進行，由1948年11月21號至1949年1月31號。戰後將國民黨喺華北嘅勢力差唔多徹底肅清，戰役仲未結束，蔣介石就已經被逼下野。開始之前，懇請各位先訂閱我嘅頻道，同順手幫呢條片按一個讚，多謝大家。喺講平津戰役之前，先總結一下淮海戰役國民黨全面潰敗嘅原因。徐州剿總設立之初，就係為咗策應指揮山東剿匪作戰。之後東北、山東相繼失敗，徐州完全暴露喺共軍兵鋒之下。呢個時候，徐州剿總已經不合時宜，因為徐州屬四戰之地，易攻難守。但蔣介石仍然希望喺徐州進行主力決戰，以扭轉頹勢。呢個係淮海戰役錯誤部署嘅起源。白崇禧提議守江必先守淮，將華中剿總設於蚌埠，統一指揮華中華東國軍主力，集中喺淮河以南地帶，借助淮河天險，以攻勢防禦進行長期堅持，以保存國軍實力不被共軍消滅為主要着眼。假如華北戰局不利，至少仲能保住黃河以南同中共劃江而治。但係蔣介石同桂系因李宗仁選副總統時已產生矛盾，蔣介石同白崇禧之間嘅關係好複雜。蔣介石雖然知道白崇禧軍事了得，但始終唔係自己的系，冇辦法放手信任。抗戰勝利後，白崇禧出任首任國防部長，名義上係蔣介石嘅最高軍事幕僚長，但係軍政實權卻喺參謀總長陳誠手上。參謀總長直接聽命於蔣介石，不受國防部節制。蔣介石一邊想借用白崇禧嘅軍事長才，另一邊又猜忌佢唔肯完全信任，所以設立兩個指揮部，一個喺徐州，由佢嘅黃埔的系親信劉志當司令，白崇禧則派去武漢做華中剿總司令，形成兩個指揮中心。部署不當，將帥失和。呢個就係淮海戰役失敗嘅主要原因。當黃伯韜、黃維兵團相繼被消滅，蔣介石不斷喺南京透過國防部下指令，要華中剿總抽調部隊增援津浦鐵路南段防線。白崇禧非常反對咁樣逐步投入兵力嘅做法，好容易俾共軍各個擊破。事實上，由華中派去增援徐州嘅部隊10幾萬人已全部犧牲晒，而華中而家可用之兵就只剩張鑑嘅第7軍同宋希濂嘅第2軍。以咁樣嘅兵力要守住湖北已經好難。當蔣介石仲想要抽走宋希濂第2軍嘅時候，白崇禧極力反對。武漢到底仲要唔要？當杜聿明兵團都被消滅嘅時候，淮海戰役敗局已定，白崇禧認為北平嘅傅作義部隊已成為甕中之鱉，被消滅只係時間問題。國民黨已經冇乜兵力可以再同中共進行決戰，而家唯一嘅辦法就係設法同中共恢復和談，利用和談爭取時間，喺長江以南地區編練新軍100-200萬人，咁樣先有望同中共劃江而治。而要中共願意恢復和談，就要請美國從中斡旋。而要美國願意咁樣做，
必須先請蔣介石下野，由李宗仁出面去談。11月24號，白崇禧由漢口致電喺南京嘅張群同張治中，要佢哋轉告蔣介石，人心士氣物力均已不能再戰，要求同中共停戰言和，並懇請蔣下野。白崇禧嘅建議後來演變為白崇禧喺華中按兵不動，不肯救援徐州，導致淮海戰役失敗，兼且陰謀逼宮奪權。由李宗仁選副總統開始，直到白崇禧通電要求下野，導致蔣介石對整個桂系恨之入骨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岔開一筆，講一講杜聿明。佢係本頻道經常出現嘅名字。杜聿明係黃埔一期學生，蔣介石嘅愛將，非常聽蔣介石嘅話。當杜聿明兵團喺1949年1月9日全軍覆滅後，蔣介石一直以為杜聿明已經殉國，剛到台灣時對其家屬照顧有加。後來得知杜聿明冇死，國民黨立即將佢定位為叛國，對其家屬亦態度逆轉，差唔多係不聞不問。1956年，杜聿明嘅長子杜志仁前往哈佛大學就讀，但最後一年因學費唔夠，上書蔣介石要求批准台灣銀行借貸，但被蔣所拒絕。杜志仁一時諗唔開，喺家姐杜志禮屋企服安眠藥自殺。1957年，杜聿明嘅女婿杜志禮嘅丈夫楊振寧同李政道同時獲得諾貝爾獎。為咗拉攏呢位國際知名嘅科學家，蔣介石又再度關心翻杜聿明嘅家屬。1958年，蔣介石要杜聿明妻子曹秀清到美國遊說楊振寧返台灣。後來楊振寧同李政道一齊來台，曹秀清算係戴罪立功。1959年，杜聿明獲得中共特赦，曹秀清從美國轉往大陸同杜聿明會合，從此同國民黨分道揚鑣。題外話，杜志禮2003年過身，楊振寧晚年再娶年輕54歲嘅翁帆為妻，成為咗一時佳話。另外喺淮海戰役陣亡嘅邱清泉，係少數願意自殺殉國嘅黃埔系高級將領，死時先47歲。國民政府追贈佢為陸軍2級上將，並將其入祀台灣忠烈祠。遺孀葉珠君帶同5名子女去台灣，因為走得好匆忙，所有家當遺失大半。初到台灣時生活好艱難，國民政府冇俾過任何援助。葉珠君曾揾過陳誠尋求幫助，但對方閉門不見。後來蔣緯國出面幫佢哋辦遺孀撫恤金，先勉強可以維持生活。1966年3月20號，台中公館機場改名為清泉崗機場，以紀念邱清泉。當遼瀋戰役喺1948年11月2日結束後，80萬東北野戰軍冇乜點休整，立即揮師入關，同聶榮臻領導嘅華北野戰軍合流，形成咗鉗形合擊態勢，將守衛華北嘅傅作義部隊包圍喺張家口、新保安、北平、天津、塘沽等地。其實當東北一失陷，蔣介石就應該放棄整個華北，集中兵力喺淮河以南鞏固南京周邊嘅防禦。但蔣認為林彪記得東北需要一段時間休整，就算立即入關，亦必先平定熱河、察哈爾、綏遠同內蒙古等地，然後先會進攻平津。但蔣介石又一次估計錯誤，斷送咗傅作義嘅退路。加上第17兵團司令中共間諜侯鏡瑜將傅作義嘅防禦策略透露，建議林彪同聶榮臻先打下天津，切斷傅作義兵團嘅海上退路，令傅作義已成甕中之鱉。喺女兒中共黨員傅東嘅游說下，於1949年1月15日同中共達成關於和平解決北平問題嘅協議。1月23號，傅作義率領20萬軍隊開城投降。
另外喺山西做咗30年土皇帝嘅軍閥閻錫山，一直堅守省會太原，直至1949年4月被列榮津攻陷。喺西安嘅胡宗南亦不敵彭德懷，撤退至秦嶺及巴山地區。至此，毛澤東認為不但長江以北局面大定，即全國局面亦可基本解決，有信心1年之內就可以取得全面勝利。遼瀋、淮海、平津3大戰役結束後，國民黨軍主力大部已被殲滅，能戰嘅正規軍大概只剩150萬人，而中共解放軍總兵力已經發展到400萬人。之後我會繼續講西北胡宗南點樣被彭德懷玩弄喺股掌之中，華中白崇禧點樣俾林彪窮追猛打，蔣介石下野後退而不休，形成咗2個權力核心等等。好啦，今集內容就先講到呢度，歡迎留言討論同補充，仲有請按讚同訂閱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